屆金筆獎中文硬筆書法比賽頒獎禮即將開始，歡迎各位來賓蒞臨出席今日嘅頒獎禮。大會呢一次總共接獲超過66000份嘅參賽作品，涵蓋香港、內地以及韓國、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同埋俄羅斯等多個國家同埋地區。書法嘅文化精髓能夠潛移默化，滋養心靈，引導學生建立正確嘅價值觀、人生觀同埋世界觀。金筆獎今年已經係踏入咗第5屆，由第一屆比賽開始吸引咗180多所學校、18000份作品嘅參與，到上屆就吸引咗400幾所香港同埋內地嘅學校，58000份嘅作品。今屆以謙和為主題，相信將有更加多嘅莘莘學子可以踴躍參與，展現謙恭和藹、和而不同嘅精神。金筆獎讓香港嘅青年以及地區嘅青年能夠透過書法嘅學習、謙和嘅精神，有助培養個人嘅修養，更加能夠促進社會和諧，正係香港包容多元、和而不同發展理念嘅體現。